我们请美丽的厨娘帮我们把我们的洛神花放在我们的水里面。好，老师讲到这个洛神花哈，其实我自己也有做功课哦。现在是很夯这个洛神花，很多人说洛神花它喝了它就是要减肥啊。其实洛神花听说对肝非常的好，可以保肝。但是老师，现在不是都有很新鲜的洛神花吗？我像台湾的话，台东啊、太麻里，它就种很多的这个，甚至到9月、10月就很多人下去拍照，非常的漂亮哦。那我看到你今天带来的这个洛神是不是我们一般在中药铺就买得到的？对，没错。好，老师这样可以了吗？其实只是要稍微漂洗一下，是不是？对，因为我们毕竟干燥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点担心，就是灰尘的问题。对。那我们的洛神花，我很推荐大家，其实是在洛神花季的时候有新鲜的花的时候呢，来采买。那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看我们先拿一个起来看好了。像我们的洛神花的部分啊，已经变成籽都被剔除了，然后是一朵很完整的洛神花。但是呢，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洛神的籽？其实呢，它有非常多可以做菜好吃的地方。那虽然那个洛神的籽，我曾经就是把它跟我们的排骨煮在一起，然后喝起来就像酸菜猪肚汤。我们用天然的食材呢来代替这个醋哦。好，洛神花呢就放到我们的小锅子里面来，水不要很多哦。对。那因为我们的洛神花它有非常多的果胶，那我们就让它软化一下。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加上我们的柠檬。那我们的柠檬呢，就是用我们的叉子，然后做这样子，从旁边把它擦一擦。如果尤其是你买到的柠檬呢，是属于呢比较硬的柠檬，你会觉得那个汁很难挤哦。小丽老师去教了一个非常安全、非常快速，也很简单、很好用的方式，就是家里面都有那个叉子哦，你就把它稍微搓一下，让它有点软之后呢，再用叉子去把它的里面的汁呢给弄出来哦。好，那我们大概用半颗的量，因为我们的洛神是非常的酸的，那我们这时候呢，再加上我们的冰糖。因为我们也不要加过多的糖，是因为为了说我们要吃它的那个酸的感觉，酸酸甜甜的感觉，所以我们一样把它做一个搅拌，像这样子搅拌的动作。那我们今天呢做的这个果酱啊，不只有酸而已，而且我们今天搭配了一个饼干，像我们今天选择的饼干是属于奶油的饼干，然后它很酥脆，它应该是有一点带这个咸味的哦。对，它是有点带咸味，所以可以把这个酸呢稍微呢中和一下。好，我们让它先煮一下。好，然后我们的这个洛神呢好像也好了，对不对？对，我们把我们的洛神有点果胶的样子，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直接移开来。这时候我们的洛神非常的烫，要小心，像它就有果胶的样子，颜色非常的美丽。所以这时候我们做成了像这样子的洛神，我们也可以直接加水就可以做果汁。对，然后像我们会做的创意料理，除了就是把它当成果酱来做食用，还有洛神籽这样子，就是我刚刚说的做汤品的部分。其实像我就会把洛神的部分，洛神汁，然后加上可尔必斯。然后，因为可尔必斯现在大家也蛮喜欢喝的，然后小朋友会喜欢喝饮料，可是我们直接加可尔必斯，再加洛神，颜色会变成很漂亮粉红色，对，然后小朋友也会非常的喜欢，总是非常讨喜的哦。尤其是今年很流行这种粉粉的蓝啊、粉粉的粉红、粉粉的黄啊，都是粉的。好，所以呢，如果你这时候呢再搭配一些呢比较漂亮的颜色的这个食材呢，让你的料理呢更增这个色泽的话呢，就让人家真的是食欲大开哦。所以小丽老师做这个用饼干呢去夹这个洛神，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我真的很想尝尝看这个洛神呢，很酸甜。对呀、我已经在旁边流口水了。对，好大一根哦，老师。因为像我们如果说是用中药材买的话，它的口感会比较硬脆。可是如果说我们新鲜的食材的话，它会非常的软，就是洛神的会不一样。直接吃应该非常酸，要搭配一些饼干。在厨艺教室里面，老师可能也是呢，想要让小朋友呢去借由这个接触这个食材，
让他去了解到很多大自然的恩赐，然后教会孩子呢，就是用一个非常感恩的这个心态呢，来坐在这个餐桌的前面呢，享受呢一份这个佳肴哦。因为每一个食材的背后呢，其实都有很丰富的这个农夫的这个汗水，对不对？在里面。那很多的小朋友，我曾经就碰过小孩子呢，看到这个花生的时候啊，他吓了一跳。看到人家在拔那个花生，说是在拔什么啊？这是在做什么啊？我们说那是花生。他说花生为什么是长在土里面？很多小朋友认为花生是长在树上的，落花生已经写了落花生的落，大家认为落花生是在树上，